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上一集我哋了解到我哋嘅遺忘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冒險，而內在嘅興奮感就係我哋回家路上嘅第一塊路標。但係知易行難，好多時我哋嘅內心就好似一個接收不良嘅收音機，充滿雜音，例如係社會嘅期望、對生存嘅恐懼、舊有嘅創傷同信念，全部都混雜一齊，根本就聽唔清楚邊個先至係靈魂嘅聲音。接落嚟所講嘅就係信號增強同宇宙導航實用手冊，我哋將會聚焦喺巴夏教導中最核心亦係最實用嘅部分，就係點樣辨認同信任你內在嘅導航系統，並且將跟隨興奮變成一個可重複、可驗證嘅日常生活習慣。巴夏嘅核心教導被稱為興奮公式，佢嘅完整表述係喺每一刻跟隨你嘅最高興奮而行，竭盡全力去行動，同時完全放下對結果嘅執着。呢一個表述包含咗公式核心嘅3個基本步驟。